各位线顶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吴玉金，欢迎大家来参加咱第230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真欢喜，咱邀请到美国陈文贤教授纪念基金会的理事长刘宾石教授来甲咱分享教会甲转型正义台湾甲东 Timor 的案例研究。刘宾石教授大学读的是地理环境学系，台湾大学毕业了后，来到美国继续读硕士、博士，了后就伫 New Jersey 州立大学教册20多年，捌做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会长，跨拍 New Jersey 的会长，甲2025年南美东夏令会的总召集人。2005年啦，2005年一张叫我玉金总嘅问到这个病哦。系啊，2005年是对，美东夏令会，我拄才讲什么？你讲2025啦，我是2025。对21年前嘅2005年美东夏令会的总召集人嘛是咱美国陈文贤教授纪念基金会为2007年以来的理事长真拍拼。好，咱今仔日的主题是教会甲转型正义咱讲宗教伫社会冲突的时阵是啥物款的角色？是冲突的起因，还是解决的关键？今仔日刘教授要带咱来探讨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东 Timor 的天主教会的历史经验，为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影响来讲起，分析这两个教会安怎伫独裁统治下保护人民。守护语言身份，也伫转型正义的过程中追求真相甲责任。今仔日欢迎大家同齐来到这，做伙来探讨。咱即马就把时间交互刘教授。我即马若放迄个slide，若是讲无咧叮当，你都唔通客气吼，甲我讲slide无咧叮当安尼好。好。敢有叮当过？有，无问题。历史上迄个有组织的宗教往往引起无宽容甲暴力啦。因为安尼，所以冲突解决理论伫和平起造的过程内面过去拢忽略这个宗教的角色啦。但是这个冷战结束了后，就差不多1991年了后就是迄个卖破啦，迄种国际关系开始和缓了后有新的理论有方提出来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所以最近的研究发现讲，若就讲宗教伫人的生活内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若安尼。宗教会当做冲突解决理论的贡献，安尼所以这个 presentation 是比较亚洲两个国家台湾甲东帝汶的基督教会伫转型正义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即马咱看迄个我 make sure 我的 pointer 会当 show 伫迄个 ，OK， 你敢有看到我的 pointer 伫我迄个花絮伫遐？好来，好，这是东帝汶嘛伫遮这是台湾因大概就是拢亚洲的两个国家嘛伊迄个有一种。一寡理论啦，伊按迄个语言啦，顶悬的迄个，伊有一个理论是讲，这南岛文化伊的起源地是按台湾遮刷对菲律宾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看对太平洋这边的帕尼尼西亚到迄个夏威夷啦甚至到迄个
Easter Island 就是迄个各瓦这岛吼，迄个区咧安尼吼，嘿，迄有一个像迄 Jerry Diamond 吼，因就是这个观点安尼吼。基督教神学吼，甲社会公义吼，基督教神学关心无公义的代志，吼啊尊重人性的尊严，吼啊这种关心呢，19世纪落尾吼兴起的社会价值，吼天主教上帝国的价值内面变得个愈重要，吼所以天主教上帝国的价值直接启发迄个。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拉丁美洲的土邦神学啦，伊直接来挑战这个北协的关系，而且透过一个观念，就是叫做结构性的罪，这个概念想要来解决善乡的问题，善乡的问题安尼迄个土邦神学伊对拉丁美洲的社会甲国家影响有真深的影响啦这是一张相片，我这边伫El Salvador的山顶尾溜行入一间教堂伫遐看到因放迄个 Oscar Romero 的相片，已經30-40年了啊，因為這個 Romero 大主教伊就是迄個時嘅土邦神學嘅一個例互伊就是足關心善良人，關心弱勢嘅團體，伊公開反對社會無公義嘅代志，反對獨裁政權嘅行求，反對獨裁政權嘅暗殺，所以伫1980年羅梅羅主教伊伫教堂主持彌撒嘅時伊安尼飼迄個伫聖餐嘅時，去有迄個獨裁政權派來殺手安尼現場甲拍死，了開始即個El Salvador嘅內戰我是一邊佇個山頂尾溜一個教堂，看到30-40年了後，因閣有在囥伊嘅相片，佇教會在悼念伊，所以伊嘅對社會影響是真 significant， 真 significant 所以這個運動伊算講拖對真濟國家伫拉丁美洲嘅國家我有鬧一遍，我想要了解因遐嘅迄個社會環境啦，經濟等等我一遍也捌對迄個尼加拉瓜伊迄個左派迄種 Sandinista 伊嘅 territory 伊嘅迄個同影響同伊擔任嘅迄種地區來迄個安尼個了解一個因嘅社會狀況這車頭。因誒遐個社會運動家拉丁美洲像講咧 Guevara 伊是阿根廷嘅人嘛伊就有若捌騎奧多擺迄個踅拉丁美洲一年安尼我若有機會調豬尾甲看因咧到底是生做圓扁還是啥物原因因兜即個迄個土邦神學安尼這是甲其中一站啦這是佇亞馬遜basin迄個普魯面嘅亞馬遜嘅所在伊這個所謂叫白林，迄是過去因迄個羅伯嘅工人佇遐羅伯伊嘅原生地是亞馬遜region嘅西邊嘛。所以迄個是工人因咧掛迄個橡膠泥嘛，安尼樹按橡膠樹掛泥迄就是尾咱知影即馬做迄車誒 tire 啦，啥貨咱攏需要迄個 rubber 嘛，迄橡膠當然尾因咧經濟就是按
按迄个南美洲吼，互偷摕去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所以即卖迄个 rubber 诶重要诶产地变伫马来西亚，这是迄个时，这是柏林伫基督迄个 Caribbean region 遐，因咧过去迄工人大诶所在啦，哈。迄个当地文诶天主教会吼，伫16世纪以来吼，就伫当地文诶发展内面发挥真重要诶作用啦。当地文诶发展历程会当分做3个阶段吼，伫遮分做3个阶段。第一就是殖民时期，第二印尼占领诶时期，再来就是独立了诶时期吼，独立了诶时期。OK， 这是迄个我即摆用诶 pointer， 好来，进 point， 恁有看 pointer 吼，敢有看？看迄个鸟鼠，有吼，好来，哦，伊遮是伊当地文草伫遮嘛，哈，你知影伊咧 colonial 时代吼，遮大概就是几个西方诶国家伫迄落吼，这是泰国吼，这是毋是泰国吼？泰国诶西边吼是迄个英国诶 territory 啦，吼，像咱讲即卖迄个 Bangladesh、India、Pakistan 吼，泰国诶东边吼，这边吼是法国诶 territory， 包括吼咱知影越南啦吼、Cambodia 甲老吼等等咧吼，这边吼，遮咱即马讲这当地文吼，伊是甲迄个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就是东印度公司吼，瑞 share 一个岛屿啦，伫遮吼，这东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有若捌统治过咱台湾的迄个东印度公司共一个啦，吼，因毋是政府出去，迄个是公司，吼公司家己有足大的军队，吼安尼世界做生意，吼买东买这安遮佮卖对遐等等安尼吼，因咧伫迄个殖民时代，因拢真趁钱，吼，因拢真趁钱。伊个东印度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吼，伊个一年分10%以上的 dividend， 分100多年啦，咱用个计算机甲试一下，吼，迄一年10几%的 dividend 分100多年，哦，迄compound起来迄种金额是惊死人吼。所以当地文殖民时代，吼，天主教会，吼，第20世纪的初期，吼，迄个耶稣会的神父啦，伫当地文推足者保护人权的活动啦，这类就是迄个天主教的一个迄个嘛，吼，咱知影迄个宗教改革，15世纪尾、16世纪初期的宗教改革，迄罗丁马丁吼，因就是改革迄个天主教伊年久未侵的迄个腐败嘛，吼但是因天主教内面有哪一派吼，因就是家己来迄个改革吼，就是 Jesuit 吼，耶稣会吼，咱进前过身的迄个教宗迄个 Francis， 伊就是 Jesuit 吼，伊伫阿根廷做迄个做教宗以前，大家拢坐公车尔啦吼，地方坐公车哦去迄落呀。所以耶稣会神父因伫当地文推足者保护人权的活动啦，像讲帮助吼遐弱势团体吼摆脱迄个强迫劳动吼，是讲反对真重的税，吼嘛批评吼公开吼批评普球国普球国因的殖民主义啦，讲到然后咧反对这个普球国殖民主义，而且吼伫1960年代开始宣扬亚洲的民族主义啦，开始讲恁就是这个民族安怎教会嘛积极参与当地的医疗也是教育的服务啦，所以1960年
这个 Jesuit 这教会已经承担60%的小学的教育教会嘛为善良的人提供真济服务啦开设孤儿院啦提供技术的训练啦技术的训练我唔知恁敢知影以前台湾有一间台东有一间叫东江高工东江高工迄嘛是瑞士的教会白领会伫台东设立的，迄个时代就专门要互原住民原住民的学生来读，因的目光足好的，因的老师拢按瑞士教会遐找瑞士，因为瑞士人因真够做，像讲古早做迄表像 Rolex。落嚟表到即嘛拢真出名，但是即马时代也变啦，即马可能要学台湾学做肉的，可能较无人在学可能我是唔知影因咧敢东江过去台东的东江高工敢关门所以伫印尼占领的时阵伫个1974年迄个Portugal 伊个 Carnation Revolution 了新成立的Portugal 的政府因改变政策啦因开始支持国家主权甲非殖民化就是讲按50年代60年代了过去足侪从殖民的国家大家拢独立了大家拢独立了迄个时甲70年代了因嘛Portugal 政权了因嘛开始支持人民主权甲非殖民的这个政策安尼迄个了伫印尼印尼因开始迄个红来人民开始要建立家己的国家所以印尼就有若趁机会怎啊入侵这个当地文迄个时教会变做遐独立的政事的避难所啦。在危机的时阵迄个神父遐市委的人会当住伫因家己的厝修道院就收容足济迄个难民迄个时阵教堂正做独立运动的 symbolic 所在啦迄个 symbolic 的所在印尼占领了教会，就是有若大声将因人民所受到的损失迄个死亡人数拢用国际社会来报偿像讲到1976年因用国际社会的教会扮演即个就是国际的 connection 无袂互 East Timor 的人伫遐安尼白白去用欺负伊安尼伊到1975年报告出来已经有6万个死亡1996年伊咧马路主教成立这个正义甲和平委员会来随时记录 update 嘛公布这个侵犯人权的行为啦。教会变做一个保护人权的这个机构安尼所以到2005年年底因就是统计差不多死亡的人数差不多20万。1999年，伫80%的 East Timor 的人支持独立公投了后，印尼的军方就是佮再发动一场暴行，造成1000多个人死亡，嘛真侪强奸拍人的代志独立了后呢，迄个当然国际社会开始咧找这个 justice 但是因为迄个新多迄个 anti-terrorism 迄个反恐怖主义的战争需要印尼来配合所以大家也无互印尼伤济压力一方面当地文成立国家了因的领袖嘛拢较强调和解啦嘛拢想讲要好来治理因家己新成立的国家所以伫这个
转型正义，找出这个罪行，找这个责任，这个过程，就是讲嘛无介顺利啦，嘛无介顺利。虽然讲规个迄个过程，教会一直拢有真大的引爆，但是尾啊独立了，迄样困住了，要开始要找这个冤凶手，要来判罪的这个过程，拢无介顺利安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差不多伫17世纪荷兰来台湾的时阵，就传教士来台湾啦。一直到差不多1858年迄个天津的条约了，伊个到伊即个关系较稳定落来，所以1865年马雅各博士来台湾的南部变做咱一般认为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开始。伫几年了后，加拿大长老教会派迄个马偕牧师去台湾的北部建立传教的点。马雅各认为有必要为台湾的居民提供医疗的服务啦，所以伫1868年伫台南创办一间基督教的病院，就是咱知影迄个新楼嘛新楼病院将西医引入来台湾这种医疗的按西方引入来台湾，这是马雅各甲迄个马偕拢在做的代志像讲1880年因伫淡水创办马偕纪念病院为当地人提供较好较侪医疗的服务啦。英国长老教会伫1876年创办台南新学院，马偕伫1882年伫淡水创办 Oxford College 嘛迄个时是分做南甲北一直到1951年到南北和平，因为咱知影咱台湾是安尼嘛长哥Central Mountain Range 所以溪river 溪拢是东西向所以你交通会真困难，所以马偕要来南部但是伊毋是按陆地啦，伊是坐船按淡水坐来南部安尼了要等于再去坐船等于安尼所以咱伫台湾的历史典故，因为即个地理环境的影响，咱过去嘛真侪迄个像讲漳州来泉州来迄个移民伫遐咧烧台迄个荷兰人客人烧台原住民冲突等等安尼迄个有那迄个 river 迄个走向有那影响安尼迄个长老教会伊伫台湾建立医疗、教育甲新闻机构啦。伊迄个长老教会传教士将现代的一寡机构引入来台湾，包括咱谈到国外第一间病院第一间印刷厂日本人为台湾的囡仔提供小学教育但是因反对台湾人接受中学教育，但是长老教会认为儿童应该有权利来享受较好教育的机会，所以伫1914年为台湾人办这个中学嘛迄个为着要互查某的会当有机会来受教育所以因也伫办这个迄个查某的 boarding school 伫1884年英国的教会有伫1887年伫台南办第二间查某的学校，迄个
男女哦，拢有机会来受教育吼。啊，迄个伊嘛伫迄台南吼办一间查甫学校，啊，互为着要互台湾的人较侪比率来捌字的比率吼。伫1885年伫台南办第一间印刷厂印刷厂。再来，长老教会因嘛是伫这规个台湾的历史内面，因就是一直咧保护语言、文化甲台湾认同。咱甲日本了，因就若是真严啦，因就是限制台湾话的使用吼，伊就要推行迄个日本化的政策啦。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正做台湾的语言、台湾的身份的守护者。因为因继续用台湾话在做礼拜啊，继续用罗马白话字，来台语圣诗、台语圣经，来讲，因就是甲迄市民者吼，伊就徛对平啦。市民者希望用日本话吼但是教会一直拢伫遐底吼。坚持台湾话做礼拜，读白话字的圣经，读白话字的唱白话字的圣诗，唱白话圣诗。迄个，因为迄个罗马白话字的拼音比迄个汉字佮较容易学啦。迄汉字迄毋係几千字，拢有个人学一世人嘛学袂好势但是这拼音这加足好学。所以教会一直在教台湾人学这个罗马拼音的白话字来建立这个交流啦迄个像讲 Thomas Barclay 巴克利牧师伊就是有创办这个台湾教会新闻有提供开始有翻译有一寡迄个迄个无共款语言的人，甚至一寡原住民嘛有因的迄个罗马拼音的圣经安尼伫70年代这对台湾的转型正义算不只重要。伫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伊伫70年代几个迄落伫迄个时戒严的时阵因有几个迄个对台湾的民主人权甲前途转型正义有真重要的几个迄落例因伫1970年发表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国事的声明甲建议啦。因为迄个时迄个退出联合国嘛，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长老教会为着关心迄个时阵台湾外交的处境，甲对台湾人生存的关切决定徛出来发声伊这个声明就强调台湾人的主体性，来呼吁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争取自由甲民主。伊声明两个重点，第一就是所有台湾人伊的人权受上帝保障，必须要决定台湾的未来。第二点，台湾必须要举行普选。1975年，国民党没收罗马白话字的圣经呢，禁止印这个罗马字的迄个圣经迄个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咱的呼吁关系圣经教会甲国家要求政府尊重宗教自由，而且进行政治改革迄个这个文件伫戒严时期大胆对政府提出呼吁算讲会能看出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关怀社会、守护人权保护语言
保护文化的这个立场吼。伊伫日本时代吼，我们反日本为着要保护台湾话，啊，伫国民党统治的时，嘛是反对因的一个语言的政策，啊，保护台湾话，保护台湾的文化。197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办法，让台湾成做一个新而且独立的国家，新的独立国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认为，人权甲土地是上帝的恩赐，所以台湾人享有自决权、独立权、甲自由权。因为迄个时就是因为1970年的上海 Communique 就是开始迄个准备要就差不多1979年要正式美国要甲中国建立这个外交关系嘛，所以迄个时台湾的处境嘛真困难安尼所以迄个时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希望台湾会当成做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来保障咱台湾人的福祉伫台湾。台湾呢，伊认为台湾的将来应该互台湾1700万居民来决定。这轮宣言确立了台湾长老教会伫台湾政治伫社会转型正义内面积极参与的角色。这是迄个美丽岛事件了后，长老教会总会高俊明牧师啦林文丁长老甲几个迄个长老教会的 member 因算讲帮赞迄个施明德走路的甲暗砍甲帮赞安尼了去用掠去所以伫过去这几十年的内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积极参与各种民主、人权甲转型正义的运动啦，像讲反腐令啦、环境正义啦、迄个反虐待啦、反迄个无合理的管教迄个原住民的关心原住民的教育，关心人权救迄个少年的 prostitutes 司法改革关心社会无平等，推广土地伦理甲迄个生态信学等等理念这运动拢是后壁拢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送在送嘛拢长期支持台湾人自决、民主甲独立的这个运动咱像讲咱像因算一直拢顾台湾人的利益日本时代反对日本国民党政府时代反对国民党伊伫台湾的认同顶悬发挥真重要的作用啦咱像支持台湾人自决、民主甲独立，保护台湾话，保护人权。所以我早期的台湾独立运动参与者拢是长老教会的 member 这几年嘛，长老教会继续转型正义的事工继续在倡导民主甲人权、人民自决。保护语言、保护文化、保护原住民，一直有那咧说转型正义和解，当年举办纪念活动，协助建立28纪念公园，伫 integrate 迄个建筑也是无共款的团体。来促进和解，促进和解。所以那个 summarize，伊会当
等于是讲有3个方面在做转型正义啦。第一就是找出真相吼，面对历史吼，迄个找出迄个推动转型正义，帮助家属吼来找出真相吼，公开讨论这段历史上的禁忌吼，认为讲找出真相是毋是为着要报仇啦，是为着要和解吼。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就是讲，因就是来弥补对受害者的伤害，要求政府人民道歉，赔偿228事件，甲白色恐怖时阵受害者的损失吼。第三就是追究加害者的责任，但按道德还是法律责任，但这种虽然台湾经过本啊轮的政党轮替，嘛台湾人做总统足久啊，嘛是这方面也无啥咧做啦，较无啦吼。所以结论吼，当地文甲台湾的教会拢伫历史的无共款的阶段吼，伫转型正义的长期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保护人权民主，为着人民自决独立运动，保护语言文化，甲迄个 identity， 迄个做出真大的贡献吼。当地文甲台湾的教会，拢伫无共款的层面进行转型正义啦，那像讲真相委员会啦、道歉赔偿吼创伤的缓解甲和解吼，那像讲咱当地文教会伫转型正义甲和平启造的逐个阶段拢发挥重要的影响力however， 当地文甲台湾的转型正义现况是算讲无够圆满吼，伫当地文吼阻碍责任的障碍是印尼的一寡政治人物嘛吼，伫台湾迄个受害者有一寡赔偿但是这个实际的迄个追究责任的部分吼，嘛是无啥行动啦，无啥行动吼。所以迄个毋管这个这个基督教的要挟，这个 paradigm 甲迄个像讲迄个 justice 这个 paradigm 无毋该 compatible 啦，毋该 compatible 吼但是教会基本上拢是认为讲嘛是爱伸张正义吼找出犯罪者责任这是民主启造过程中这转型正义中真重要的部分啦。所以讲应该是讲教会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继续来追踪政府看因到底敢有彻底是咧执行转型正义的司法程序，保障、修复、和解，伫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团体之间来做这个继续关心甲追踪的角色。我想我的 presentation 就简单讲到这，咁么当多谢老教授的分享，我有传3个问题要来问教授甲教授对谈若是大家即马有想到问题，也是讲要分享的，会使举手我等下问问题的时阵，教授可能会先我这3个问题回答了后，再个我就接续会请大家来提问，也是讲大家会当伫开讲间内底留话若是讲无方便讲话，毋过有想要分享，也是问问题开讲间嘛会当留话我这边来互大家看我的问题，我有先好来。
我这会当甲，这当甲取消啊，嘿，这唔知要安怎甲取消吼。我将这个关起来，我看。好来，有一个 stop sharing， 嘿 ，stop sharing 迄边，嘿，应该就会当取消，嘿，其实会使留点遮嘛，无要紧。好，安尼有 OK， 嘿，安尼敢有取消？敢有，嘿，啊，这边画面是看到我，嘿，我的问题哈，这是我头一条问题，嘿，我头一条问题是讲，就是即马中华人民共和国哈，现主席的领导者。就任了后，有各种占领台湾的政治干扰，吼，伊就是有足侪波啦。嘿，台湾的长老教会就是其实，教授拄则有加减有讲到这件代志，就是教会要是扮演这个保守护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角色，吼。台湾的长老教会伫这中间扮演真要紧的角色，譬如讲。咱之前有日头花的运动，也是旧年，好，这个大罢免的这个运动等等，嘿，教授是安怎看教会即马的发展，嘿，甲因伫台湾的这个角色，好，这是我头一个问题，嘿，好这个问题我是三个问题拢先念了，敢是好，好过来第二个问题，好。过来，这个第二个问题是讲，伫二次世界大战进前，吼，西方的这个殖民的这个过程，有人讲是一手举枪，一手举圣经，哈，这是西方帝国，哈，因为迄个帝国时代殖民的一个手路，其实传教伫其中一寡殖民的这个国家内面，吼来看，吼，是一种管教殖民地的家事，嘿，请教老教授，安怎看基督教对应该讲咱讲教会啊，因为两边是台湾这边是基督教当 Timor 迄边是天主教嘛，嘿，就是教会甲Timor 甲台湾，哈，对这两个我感觉这部分因为。咱虽讲知影讲因有做一寡教育的这个教育体制就是教育的这个发展吼，伫两边拢有这款例嘿，毋过我感觉就是咱要是无因为像这个我会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家己伫做这个学术论文的时阵是甲认同这种同化。有关系议题，嘿，有做一寡研究，嘿，所摆就是对西方世界来到亚洲，因要做的代志，其实因后壁到底是虾米款的想法，虾米款的动机，吼，甲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吼，因这款手路，敢有当 Timor 甲台湾有这款状况，安尼，若无。因来到因伫这两个所在做这款教会内底的教育，因的目标目的是啥物？所以讲多谢教授，其实加减有讲到吼，不过我对这个部分吼，就是我问讲教授会当加讲一寡安尼吼，这是第二个问题。好上落尾第三个问题是拄则演讲的时阵有讲到讲，咱知影长老教会伫。中华民国占领台湾进程吼，对台湾的教育真有贡献。嘿，教会使用的白话字是迄时书写咱家己的语言，甲学新的知识，真好的一个家事。现主时其实咱知影讲，即马台湾的嘛是有即款母语教育吼，中华民国的教育。也有发展因家己的文字要来写台语，嘿，教授安怎看这款发展？嘿，这是我的三个问题。好，安尼就大家嘛会使，若是有问题会使写伫开讲页，也是等下会使举手吼。好，即马我就甲时间交教授。好，你很多第一个问题吼，你讲本来一寡近期的一寡遐吼，像讲。罢免啥货吼迄有当时我嘛无甲伊 follow closely 吼，就是讲伊诶涉处啥货吼，就是讲伫咧政党轮替遐侪变了，我是
你想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想讲，应该我一直有在想象讲吼，台湾基督教若阵讲，台湾今仔日是一个有30%的基督徒的社会甲国家吼，可能不止也无共款，因为我个人一直好奇啦吼，这个宗教甲社会可能存在的关系啦，因为我发讲吼，大部分主要的改革拢是甲基督徒有关系啦。那像美国签这个独立宣言的时阵吼，95%遐签遐独立宣言的人是基督徒呢。连因咧中共吼，因迄个黄花岗起义进程几遍失败的起义内面吼，迄基督徒的比率偏高，差不多一般迄个基督徒的算係100倍啦。北美洲台湾人的独立运动吼，迄个 3F 的方德，我一遍就是我咧问罗主义啦，伊是迄个方德，我讲那个。你敢会记迄个是恁5个人内面有几个基督徒？我就真好奇吼。伊跟人家讲4个，我这个比率嘛拢偏悬吼。美国的咱知影是大家拢爱移民来美国嘛吼。我个人的观察是，美国的基督教信仰无完全毁坏呢，因为我感觉宗教信仰是社会同底层的根本啦。伫信仰的基础顶悬，但是人的行为甲道德哈，道德顶悬，但是公共政策甲宪法哈。所以你若从美国的宪法吼，摕去其他的社会吼 ，it does not work。就是讲，足侪因的宪法拢甲迄个西方的宪法差无偌济，但是吼，结果拢真无共款。所以我感觉吼，甲迄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吼。可能有关系啦，可能有关系吼，所以你看，人大家拢开移民来像美国这个国家吼，还是欧洲这个国家吼，因为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实验民甲应验民、欧洲民吼，甲迄个实际情形的差别吼。你宪法看起来拢差不多，逐个宪法拢差不多，但是伊对伊用出来的情形，社会统治的情形。有足大的无共，我一直拢想讲，吼，咱头仔讲话，台南是长老教会伫南部传教的基地嘛，吼。我感觉这甲迄个落尾台南成做台湾的民主圣地，吼，可能有关系啦。包括伊真高密度的基督教会，也是讲教会机构，吼，像讲。台南的民权路啦，民权路顶悬，真侪人，林宗正牧师，王玉德，王玉林，何康美、张灿宏、屈永汉，拢是民权路，是毋是？甲附近的台南新人院、南门基督长老教会、巴克勒纪念教会、看世界教会，安尼放门基督教会有关系安尼。我毋知梁公兄你是台南，你若台南人吼，你伫美国遮出钱出力，使较济了吼。所以我一直好奇这个关系吼，可能的关系。所以我一直在想象，今仔台湾若是讲，毋是讲真差一色两色吼，迄个色处。我这么想，台湾基督教若真有法度。来，互台湾成做一个30%的基督徒的社会甲国家吼，今仔台湾的命运可能会真无共款吼，这是我简单回复你第一个问题吼，要安怎做？再来就是因这西方伫因咧殖民时代，阮啊一手摕枪，一手摕圣经啦，就是讲军事的征服吼，加迄个文化的迄个吼，输出吼，迄个吼，就是一直拢有各种无共款的 impact 啦，吼，就是讲伊对原住民吼，遐原来住民因的文化、语言、认同吼、生命吼，拢有损失啦，吼，但是有无共款的利益出来啦，当然另外一方面看嘛是。一群人内面嘛是有好人嘛有歹人啦，吼，一群人嘛好人有歹人。
像咱来用咱台湾的经验吼，那日本人统治台湾吼，当然是有一寡歹吼，像对咱的迄个吼，嘛有一寡好的，像讲因对农业的发展、铁基路、教育吼公路吼等等吼迄个医疗有哪有一寡正面的迄个，甚至讲因当初虽然对台湾人的迄种 identity 的压迫，但是今仔日伫国民党的时阵，大家所比较起来讲，日本时代等到较迄落安怎嘿，所以可能是有好人有正面嘛有负面嘛有若有一群人内面嘛有好人嘛有歹人，像讲咱遮 Columbus 来发现美洲了吼，知真济迄个印第安人用台词嘛吼，因诶损失真济，迄个吼嘛真歹诶人，因将迄个看过迄种 smallpox 迄种痰送互原住民，因对迄个病毒无抗体吼，就死真济人。但是伊用这角度，伊就是一寡物件开始有真大 exchange 嘛吼，那欧洲人将马啦、羊啦吼。这物件带来美洲，美洲将因的马铃薯 potato 迄个 tomato 遐变做带去欧洲像迄 potato 即马伊解决这个人类的hunger 的 issue 嘛。你看做在国家因为 potato 因为 potato 做好种，咱伫美国就是像爱打雨啦免遐。土壤较歹，气候较寒所在嘛，拢真好生产安尼吼，解决人类的迄个 hunger 的 issue 安尼吼，所以应该是讲哇，有哪有好嘛有歹安尼吼，过来你讲迄个嘿啦，即摆迄个我是感觉做了无够啦，对讲咱现实即通的目前的迄种对台湾话、台湾语言做了无够吼，就是讲因迄个选举的时阵，有人话咧选举的时阵讲台湾话，选掉了讲北京话，我观察到介上有诶安尼啦吼，毋是讲大家拢安尼，伊讲变做讲应该是讲。选掉了，应该开始你看咱咧美国吼，迄川普大家感觉毋拢伫遐黑白讲话嘛，大家拢知影，伊一支喙拢伫遐黑白讲，但是人伊选举，伊当选了去哩吼，迄个 executive order 差不多2礼拜哦，差不多20-30条啦。迄个 executive order 伊就是伊选举的时阵，伊是要安怎？伊当选了就去哩一直做，一直做，对，一直做。我感觉因这个白人吼，有哪因这社会有哪较简单啦，对哦，你著政策吼，安怎就是讲，我毋知少数民族因著较侪迄个，我印象内面咧奥巴马吼，伊做总统11天了的，迄种提名 Nobel Peace Prize， 迄是第一年迄年的最后一日啊，等于讲伊做11天尔吼。就迄种提名 Nobel Peace Prize， 我特别去查吼，伊11天内面无 do anything， 等于讲伊当选本身就是一个足重要的事件吼，等于讲呀，所以我回应你，我应该目前这个咱教育咱台湾人摕到政权了，对台湾话甲台湾语言做了无够啦，呀，简单回应。迄像我看无得较对啦，还是我感觉安尼吼。我毋是爱 Trump， 我是咧去，伊咧我看去，一感觉毋好，伊再去 order 好一直，伊选举想诶吼，就去哩就一直用好。较简单啦，你选举诶时阵讲台湾话去哩就开始吼，台语文、台湾话等等文字吼，一直用嘛。那选举诶时阵讲正迄个选了所改成无甲迄个安怎，应该爱较强势。
听起来是教授的见解是安尼。嘿，刘光遐敢有要回应？拄则颜粉敢毋是有问一个问题？对，颜粉有一个问题，系咁，我先替颜粉问问题。啊，刘光遐有要回应。我形容无看到迄个嘿。好，嘿，对啊，颜粉你敢要家己问，还是我替你念你的问题？你敢有方便开你的麦克？那无我来替你问。遮囡仔咧插背景较早，去麻烦。无要紧啊，好，就是颜粉咧问讲基督教吼，即真济派啦，嘿啊，其实迄个蒋介石吼，伊嘛是基督徒吼，伊做基督徒其实嘛是有伊的动机啦吼。啊，所摆台湾其实嘛有足侪伫无共所在有无共派的即款基督教会嘿，啊想要请教讲教授敢知影台湾目前较大派的教会是倒几个安尼嘿？迄个这部分较大派同名迄个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吼，啊天主教会是。伊虽然来台湾是比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较早，差不多10几年啦，哈，因迄按菲律宾迄边传过来，所以因伫高雄吼，高雄遐有玫瑰洞嘛，因嘛伫高雄有一寡学校，像讲道明中学，吼，咱伫南部诶人可能着道明中学吼，因迄个多门肯吼，因诶迄个啊，但是天主教会目前进入台湾大部分诶天主教会，因拢是按迄个中国迄边，因咧1949年，因迄个按中国迄个刷过来台湾的吼，所以因基本上哦，因就是较保守啦，哈，伫这台湾话吼，台湾文化反对运动顶悬，因咧看得较无共吼啊，所以这是天主教在旧教。甲基督教新教诶，伫台湾诶，一个不只大诶无共啊，其他诶教派吼，就是因为台湾主要是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啊，当然这几年嘛，有一寡像讲较灵恩派啦，吼，还是讲其他迄落吼，因遐对台湾诶迄个吼，就是较无遐插安尼啦，吼，就是讲较无遐尔啊关心吼，因诶历史啊较浅，啊是讲因诶有诶就是。中国嘅移民，吼，因伫1949年，吼大规模迁徙来台湾咧，啊，因对迄个定根伫本土爱乡土，呀，这个，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寡迄落吼，因就是可能较无法度迄落安尼呀，所以你若讲无共款诶教派吼，啊，迄落啊，就是讲。因有诶无遐尼啊，迄个对台湾诶语言文化 identity 有遐尼啊大诶 commitment 吼，啊若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 only other hand 吼，因就是足明显诶一个教派安尼呀，嘿，简单。多谢教授。刘坤遐教有要回应，嘿。我想要请教这个。老教授哈，免哈，迄个题目哈，当地文，因遐教会是啥物款教会？因天主教会为主，还是耶稣会为主？嘿，因为到早期嘅actually 吼，因嘛做袂少代志。刚我拄有一个算朋友啦，算老伊伫迄个 Fordham， 伫 New York City 有一个 Fordham。即种大学吼啊，迄个嘛发人伊退休嘛吼，伊讲讲着伊嘛讲着因校是这位办的啦，我都知哦，原来迄个耶稣会伫纽约迄间迄个 Fordham 迄间大学嘛是因办的安尼，啊因嘛办一寡迄个病院啊啥货安尼嘿，所以伫当地文主要嘛是天主教耶稣会安尼呀。所以你迄个是。有惊做人伫困着的时阵咧，避难所吼，迄对迄个社会了后的迄个，所以因的迄个 Christianity 的比率是97%咧，用个遐，迄个讲
因为因伫人伫互困着的时阵，因共压榨保护吼，所以正是全同这亚洲全亚洲基督徒同权比 percentage 的国家呢，想袂到吼，就是，人伫互留的时阵吼，因伫独立的迄个过程内面，因就是压榨保护安尼。咱台湾才5%呢，所以我讲，我想象讲，台湾若是一个30%的基督徒的社会，可能不止啊无共。语言、文化、identity， 甚至讲民主甲人权，可能会，甲即马差一两色的迄个语言啦，还是迄个迄个差别，可能有天甲地的差别安尼。你今仔日迄个题目是比较即个当地文和台湾哈基督教的迄个角色哈咧角色其实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和新教哈，伊迄个不止啊无共款啦哈。我的看法咱毋知对毋对，就是讲其实哈。即个政教分离是到最近即世纪来吼，较有诶种概念。较早其实是宗教和政治其实是拢是南做伙啦，吼。这我即摆我愈来愈感觉讲吼，天主教吼，迄若迄个教宗吼，着人吼，像迄个。Pope Francis 哈，安尼即种耶稣会吼，佮刷落来即个内容，即种诶想法诶人吼，其实会对社会改革诶改变吼，我会感觉讲迄个力量会比新教吼，会比迄个基督教诶即个搁较有力啦吼。因为新教即马就是讲较即个正统诶。较大型嘅教会吼，拢一直衰弱，差不多拢减差不多3、4成、4、5成去。颠倒福音派嘅迄吼，我拢一直撑起来。福音派，我可能观念想过头迄个极端啦吼。而且有时啊感觉讲，有时即个迄种信仰是利己还是利家己吼？你若是讲是利别人要为利他啦吼，应该是爱较关心着遮个社会改革还是讲社会服务这种个议题。毋过足侪福音派拢足关心个人的得救是讲我信仰了后，我会当得到啥物款？这点吼。其实和台湾的民间宗教差无偌济啦，就是你佛祖甲耶稣迄个其实迄个信仰的本质是差无讲介济啦吼。拄则你摕一寡数字互我惊一条呢。你讲台独联盟遐较早4%遐头人你讲迄5个内面啊，我若无。罗主任是甲讲，毋是4个，应该是4个。我印象中伊甲讲迄是无啥毋对啦，因为包括迄个美东夏令会遐开基组遐大神，迄嘛是按即个基督徒迄个大会，迄个大安李丰明遐较早迄嘛是拢基督徒嘛，迄是基督徒的参与，我想迄是无毋对吼。你讲连迄个中国革命基督徒的迄个比例嘛真悬迄个美国独立用开始遐啦，因为讲因革命了，像讲袁世凯、李元洪，因遐拢是军阀出身的嘛，因看世面变过了，因拢，所以因嘛是拢迄个辛亥革命的迄个参与者呢。但是因原来就拢伫清朝内面已经拢有真悬的官位，因拢是。时势变过了种，但是早期遐迄种料的啦，迄种革命失败遐基督徒比率偏悬，所以我要问的是讲，这是啥物原因？是基督教啥物款的特别的教义
会当讲，互人敢为着放弃家己的私利啦，吼。应该你做即种物件，拢会有危险嘛，吼。啊，你毋是讲你即人敢牺牲，尔讲个尔，你敢有勇气啊？吼，啊是你这是后壁是基督教内面有啥物款的教义啊？係互遮的革命者啊，迄个基督教降大方。我使是，袂使迄个忽略回教啦，吼。回教迄嘛是足济吼。迄个，你知影我嘛毋是信学院的嘛？我只是我是咧想讲，敢会是讲，咱圣经的迄个一寡假释，就讲用听心讲诚实话，吼，这是毋是即个假释，还是讲上帝国吼迄种呀，善享受困着的得到讨棒即个概念，还是讲咱迄个那过去台湾公论报伫台湾吼，伊顶头拍迄个时代的米改仔，就是讲，做一个敢对现状提出反省、提出批评、提出建议的一个人。咱圣经内面迄个先知拿单吼，大卫王伊算真好的王，但是伊算跑真大嘛吼，但是伊一工看一个查某诶，讲真水安尼吼想讲要去迄个嘿，甲 approach 迄个查某但是先知拿单讲嘿，一个人因兜羊群数百只，但是要食肉，无家己杀家己的羊啊，家己去甲厝边多一只羊的人抢一只羊来杀，就讲所以基督教传统上拢有即种，甲迄个官威吼有一个毋是徛共边的迄个传统，我感觉这是。足侪宗教 maybe 嘛有些，但是因伫实验面吼，拢无啥共。就讲我发觉，吼，这个 Christianity 因伫即种实际咧执行顶悬吼，伊是较有即个例啦，较像迄，咱看迄伊朗迄过去那 Khomeini 的时阵，伊阵就是捌咧为着要甲西方对抗，因着recruit一寡善良人的囡仔吼，互因去做。谈迄炸弹，讲你崩落了，恁会上天堂。即种物件伫迄基督教会就较少看安尼吼，就是讲对即个人权啥货就变得较无讲像其他迄落吼，遐尼迄落安尼。嘛伊嘛拢较早化啦。我会记得，因咧台湾有一个青云法师啦，伊都迄过去嘛对台湾的迄落。威权的时嘛，毋捌得了但尾台湾人话，摕政权了，伊就讲因拢是妈祖婆啦，就讲，某人是妈祖，就讲，台湾人迄落某人嘛是妈祖婆安怎哈，就讲，伊伫过去威权的时阵，伊就较无咧发声但是你若讲规个局势变，因就搁迄落安尼，所以这是我毋知咧，我是。粗浅安尼回应用你问我想到的吼，用听心讲诚实话吼迄个上帝国的迄个理想吼来简单回应你知影我都毋是新人院的吼，无得讲新人院的教授我是有无共款的见解安尼呀，以上。我是想讲一个较粗浅的啦吼，就是讲想要改变的人吼。一定是徛伫较被压迫的人这边嘛，一定是徛伫到你若是讲徛伫足好康的迄边的认同啦，一定是无爱改变嘛，耶稣伊出生就是一个私生子啊，玛利亚祈祷就是讲伊即个囡仔来，伊要甲即个权的救出来，甲下骹会要抱起嚟啊，伊要掌管即个国政。所以，伊即个新约，即个福音书内面，伊自开始内面
就是足认同弱势，个听足意味深，所以伊诶迄个认同内面，就是认同低卡层诶人啊。包括咱即马咧舞台文诶，我想基督徒诶即个成分嘛比例上应该是嘛袂少啦。啊，这我是感觉讲到尾啊，即个较会认同台语，较会认同台文诶，我相信有若心理上会较认同即个较劳苦大众诶啦。即介承安即个30年代，伊遐诶即个较主张台文诶人有即个倾向。啊，即点我是捌听即个吴明祥，吴明祥伊有安尼讲过，讲迄当时拢较倾向较左派，啊，所以若是讲即摆咧做台语文运动诶，啊，伊若要较认同较高尚诶，伊就去讲英文，去讲华语较高顶，对啦。呀，我想你的观点应该是有一寡你的观察啊嘛，可能方向嘛是安尼啦，可能吴炳祥是阮过去阮文献基金会理事，但伊退休啊，伊若迄个退休啊，伊退休，按阮的迄个退休，按阮的迄个阮的理事会退休啊，哦，恁即个基金会足好呢。我替台湾做足侪代志咧。无啦，拢感觉究竟讲诶时阵，拢你咧出钱啦，迄你讲你真慷慨啦。我究竟就讲阮甲人捌度啦，我无啦，拢梁公兄伊咧出，伊真甘心诶。你梁公你是毋是台南人哈？我都讲台南。你讲台南人，我台南人。你应该毋是民权路啦，应该无遐自私讲民权。毋是，我伫迄个。我是为从建筑出世诶，毋是伫报证出世诶。啊，你无甲迄个即摆迄个高中诶李哦，即摆现今诶李哦，伊细汉住迄间厝吼，我看世界景啊吼，差不多，比较类似迄种为从建筑诶迄种呀。其实中共遐拄则讲到台语文诶运动，其实伫北美这边起稿。还是原底有一寡是有教会背景的先进，我想正正梁公兄咧创办这个台文通信，起稿正正其实嘛是迄个关怀嘛是一阵伫洛杉矶有一阵迄个时阵留学生来到美国了后原来关心弱势啦，恁原底组织的迄阵人是对这个弱势的关怀做起过来再来想着讲，逐摆即个聚会了后，感觉讲，其实咱嘛爱来关心家己的语言，就有成立即个台文班啊，后来有即个台文通信嘛，其实拢有即个对弱势的关怀啦，我家己的观察是，我无确实讲。即马在做台语文动，像阮即样的我即个会人，有偌济人是信徒的比例，这我无确实。毋过我感觉咱就是真悬的教育，真正做甲真好。所摆伫做甲真好，应该毋是安尼讲，就是即样的，互人教做讲，咱爱关心弱势，即件代志是伫教育体制内底有咧教的，应该是安尼讲。毋过人权即个部分，无一定讲做甲足好，毋过爱关怀弱势，即个概念吼，伫因为即个关心即个概念伫儒家的概念内底，中华民国要教的即个教育内底嘛有。所摆其实我毋敢讲，阮即样的人吼。安怎甲对即个体制有条件啦？毋过拢对即个土地真有疼心，我感觉是安尼。即个疼心会为倒位发展，就看个人命运啊，就无共有无对即个社会有无共的关怀。好，我要想要讲的话，我先十到遮吼，因为咱开讲经过有另外一个问题。好，我拄则要回应的，就是讲我毋知影讲即马咧做台语文的
人有偌济人是有信徒的即个比例嘿。啊，毋过我感觉即个疼心是我会当认同的，就是咱拢是对弱势的即个关怀嘿。啊，想讲咱就是讲台语就是少数内底的多数啊，即个咱原来是少数啊嘿啊，其实做台语文的人对其他的少数嘛拢真关怀，毋是像讲中国话的人。来讲哦，做台语文的人就是台文、沙文主义，无即种代志。嘿，好，即马来讲讲经的问题哈。阿秋，你敢要家己念，还是我替你念？你遐敢无方便？哦，好，嘿，好，请讲，嘿。我是要请教授讲，即马的长老教会啦，我是真久以前捌去长老教会啊，长老教会听人讲有诶牧师拢是用迄落，即马较毋知是较少年诶牧师啦，啊是不晓讲安那，不晓讲台语啊，伊会用迄个缅甸语诶话来传教，啊有人就会讲起这个问题算讲有一个是教友诶人吼，伊就会讲长老教会伊是主要是要传教，伊毋是要来顾这个白话字啦。啊，我毋知影讲迄个教授你对即种讲法毋知是啥物看啊？我是讲着拄啊讲迄就讲我嘛是正教长老教会啦，啊，只是我就是无去迄个教会安尼啦。我是真介意安尼，介意因种有公义的心，多谢。多谢阿秋。我是毋知影，你喺度问迄个，但是我的经验是南部吼，伫过去拢是拢一直用标语等等，我是毋知影，伫即马目前伫美国也好啊，像其他的所在因的情形，因为我来美国嘛足久啊呢吼，但是我印象阮南部伊喺北部传统上伫日本时代吼，伊迄个日语的迄个推行吼，像讲伫台北伊就是足成功嘛，所以台北因是，就是讲伫日本时代因日语嘛是同练等的，我南部就是拢台湾话，可能南北那聊啊无共，因为南边这边甲迄个苏格兰的人吼，啊甲北部因咧加拿大的人因就聊啊无共，苏格兰因就较硬斗，像讲罗马帝国吼，因因 conquer 真大片的所在吼，但是伊派到迄个苏格兰的时阵吼，因怎感觉这边歹转折，因怎起一个墙啦，所以苏格兰有一个墙是罗马帝国时阵起安尼吼，所以我毋知敢会是台湾南部是苏格兰的教会传来，因着一寡物件较坚持安尼吼。但是你安怎讲迄个现象，我是毋知影啦，因为你实际伫迄落吼，伫恁迄个区域吼，伫路口吼，情形吼，我是毋知，但我南部是一直拢迄落吼，就讲比起台北是拢传统上伊拢较对着即个主流的迄落吼，日本时代就是日语吼，迄个进前即个时代就是讲Mandarin吼。南部是颠倒，我感觉拢讲迄个台湾话呢，所以简单回应我嘛无介清楚你按到啥物，歹势。好，安尼有影有可能是我可以等来迄个补充回应一下。你感觉知影即个浙南街教会、台北浙南街教会所做的代志，就是因伫迄个青鸟运动的时阵因动员安尼200几个人去饲遐人咧大罢免的时阵，温春生牧师，你感捌温春生牧师？温春生，我感觉拄只阿秋你问即个问题是足好啦，到底教会的主要目的，伊是要传承一个文化，还是讲要主张一个民族主义，还是讲伊主要的是咧追求一个上帝国，
啊，我拄啊好转去台湾的时阵，我调工走去浙南街教会聚会啦。啊，迄天拄啊好吼，伊的讲道内面有讲到一条吼，伊讲吼，台湾国吼是小代志啦，哈，吼啊，当然伊要讲的是上帝国才是大代志啦，吼啊，这若别个牧师来讲。吼，啊，检采会互人感觉讲安尼断章取义的哦。你来看，你讲这教会无关心台湾国，啊，其实是伫所有台湾的宗教团体内面、教会内面，对一间会当比这样嘅教会更较关心台湾的代志。所以这毋是讲两项冲突的啦，就是讲颠倒是，迄是要爱去要求家己啦。就是讲，咱咧做台语文的，还讲咱咧做关心弱势遮的人，敢有一种的搁较悬的即种的领域，咱想无到。好比咱做到尾啊，咱要付出咱所有的生命精神的时阵，咱敢袂去问着讲，啊，我上尾的价值是啥物款？哦，是毋是讲抑搁有一个搁较美大哦，较伟大的即个境界伫迄内底，啊，是讲抑搁有一个咱无法度人了解，啊，咱无法度控制遐力量会来介入，啊，若无遮的时阵，若干那要看咱这现处时遮的现实的客观的遮的资料来看，啊，实在是咱会愈做愈无气力啦。当然，这讲了真长啦吼，所以是希望讲，咱会当有伫圣经读册会吼，咱会当来查考即个初期的即耶稣拄好安尼过身了，遐初期的遐福音书吼，会当个论搁较久的。其实是耶稣迄时代的处境，和咱台湾的处境做阵啊共款。啊，咱即摆面对的问题。就像约翰，看是要约翰还是要耶稣，伊无共款吼。约翰伊就是讲天国上帝国近啦，伊讲的上帝国检采是犹太国啦，伊要建立家己的犹太人的国家。啊，毋过耶稣来的时阵，伊迄是超越种族的一种的境界。所以这讲咧讲袂了，所以咱会当讲。咱若个即个圣经读册会吼，白日圣经读册佮开始的时阵吼，欢迎咱会当过来讨论佮较深入的安尼。就讲你安怎讲迄个上帝国较大，比台湾国较大，迄是黄春生还是地永文牧师讲的？黄春生，哦，黄春生的讲道嘿，啊，我是感觉讲啊了，我其实我毋捌伊啦，我刚才。我唯一和伊见面的一遍机会，就是咱知影台北有一间叫做即个行动公益，迄个行动公益教会，台北新公，公差，应该是个纪念嘛吼，纪念公园嘿，台北公园拢每礼拜2:28，伫台北的二北公园遐聚会，啊了因拢有一个民主讲座，啊了。较用一款物件，互遐游民食安尼啦。啊，有一遍因捌邀请我去因的民主讲座，做一个演讲安尼啦，吼。啊，黄春生牧师迄天有来，我嘛无机会通讲伤济话，怎见过一遍面。啊，毋过我转去的时阵吼，伊互我印象足深啦。因为了普通啦去牧师啊，伫遐咧开讲吼。拢会牵亲情好啊！恁遐啥物人好，因遐啥物人，拢会牵遐，拢会牵遐去。啊，但是虾米讲的话题拢毋是呢，拢是咧讲即摆台湾的即个社会问题啊，语言问题。这互我印象足深。啊，伊个足少年啊，梁公兄迄个伊个，永文迄间嘛有伫遐啦，永文伊主要分两段啦，因分两场啦。10点的迄场拢是台语的啦，啊，嘛足侪少年人啊，啊，应该另外个一个国语场安尼啦，
迄公益行动教会迄过去是毋是郑国忠？伊敢是郑国忠牧师搁伫遐呀？郑国对忠，敢是因迄基本上是安那咧，因迄基本上是按迄个 URM 吼开始的啦。因就是讲 URM 了，伊遐讲啊，无咱来做一寡具体的计划啦，吼。啊，台北已经应该是吼，迄个迄个蔡丁贵教授，吼，啊含迄个含那像郑国忠教授也是郑国忠吼，啊，佮主要迄蔡明宪遐吼，因遐开始安尼啦。OK， 啊，到尾改成是即个徛伫讲体制问题，就是讲迄个行动教会要佮归入去迄个长老教会体制。啊，蔡丁贵教会无同，蔡丁贵教授无同意啊，哈，所以伫遐产生一寡改成说蔡丁贵教授，另外蔡丁贵教授嘛无去的款嘛，无去迄个行动教会。OK， 好，其实我这边阿秋的问题吼，我小可会当分享我的想法啦。阿秋讲其实即马追梦我硬讲讲，因为即摆我遮已经11点半，教授嘛是吼，11点半半暝11点半，我硬讲会当甲我想要传达的即个想法分享互大家知吼。就有影，其实我的经验嘛是安尼，虽然我家己毋是信徒，毋过咱拢知影讲，事实教会的目标就是传教，像拄则梁光兄有讲像即马浙南教会，其实因是算足关心台湾的各种的社会运动，嘿嘛足支持嘿。毋过伫语言的即部分吼，语言文化即部分转型正义其实因做政治即部分，嘿毋过语言文化即部分，敢若是淡薄仔来，就是做甲敢若无像正正甲正正的教会的即个会甲台语当作是主体的即个状况，是安怎咧？其实拄则教授嘛有讲日本时代教会原来用台语来传教，其实因这是因为因知影讲就爱讲台语人才听有啦，因为实际上日本话也无遐尼普及，嘿所摆算是一个意外，也是讲嘿就是咱知影因的目标是安尼，毋过就是咱嘛知影另外一方面，就是迄个时阵有法度传承上大声咱是安怎来写咱的语言的？即个语言，甲即个白话字的传统，为白话字来到台湾的是了后咱若是讲即马咱要来讲即个语言的传承的即个部分伫教会内底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倒转去想上大声咱讲即个话的人，大声因要写字的时阵无字通写。嘿毋过因若是有去教会因学着这是咱讲即个话的人会当用即个字来甲咱的话写落来，就讲安尼我毋若读圣经对上帝信上帝，我会当甲我家己的语言写落来，这毋是真好的代志到日本时代，其实共款嘛有嘛是即个状况就会当借即个咱的语言毋若是讲会当讲家己的语言。伊阁会当用即个语言来写因吸收到新的知识，有一寡知识分子，因有机会接触到新的知识因有法度甲用咱的语言写落来，就用咱的语言写落来了后，甲即部分的知识阁传互会当看有，就是教会的白话字的人，嘿所摆即个语言的流通是毋若是有生产。阁有一直到有算咱讲消费啦，就是使用者嘛，就是一个真完整的系统，一直到日本时代还阁是安尼，嘿，毋过就是真不幸的其实日本时代到日本时代要战争的时阵教会内底嘛是就是禁止讲袂当用
台语来传教，袂当用白话字圣经吼。啊，这就咱知影即个历史啊，因嘛是禁止汉文吼。就是汉字派迄边的使用的即个文字嘛是拢袂当用嘿，因为就是战争时期因甲所有殖民地的人拢变做是日本人嘿。好，来讲到中华民国的时期，好到中华民国时期早期，其实咱嘛知影讲嘛有咱讲咱即个话的人会当用即个白话字来甲咱的文字写落来嘿。白话字台湾古社教会部。一直延续到1969年，哈，这个生产的系统，规个互人十断，哈，原底这个遮完整的生产加使用的这个系统，哈，经过遮尔侪当，这个文字敢无系统化？其实会当问大家这个问题，好，这个咱安怎看？就是教会安怎面对，就是台湾的长老教会安怎面对政治的这件代志吼。其实看日拜就知影，因为我是对这件代志的认捌是对后壁看倒转去，就是讲我知影即摆的长老教会足关心，因为1970年代吼70年代长老教会有宣言吼，代表咱台湾。较弱势的民众的心声，去有遮拄则教授嘛有分享嘛，这个部分。好，1970年代，所摆我咧想象的迄个日八的迄个时阵，教会应该是有一寡声音的，嘿，因为应该伫报纸顶悬有会当看会到，因有一寡反应。既然这个公义的这个心理，应该是会当加减看到一寡物件，事实其实较无，因为因嘛惊吓对，嘿。嘛唔知影即马台湾的状况到底要行什么款的路，嘿因咧传教，就是咱讲的这个教会的本身吼，伊的主体也是上帝国，嘿所谓上帝国，你若有法度用你讲的语言来接触上帝，因就感觉就是教会信徒就感觉这是欢喜的代志，嘿所摆中华民国甲咱的。台语切断了后，甲台语文的生产系统切断了后，咱要传教要用什么语言？就是用中华民国的语言。嘿，所摆即马的教会其实主要也是用中国话咧传教吼。咱看其他的所在，就是若是早前吼8年前嘿，因教会的牧师若去到。毋是讲台湾话的所在，因嘛是用迄个所在的语言，人要听道理爱听有嘛，嘿所摆迄个语言的反应，其实是上直接的，嘿，就是即马吼，就是为遮来看，就是即马伫教会内底传承的迄个精神哦，咱讲长老教会传承的迄个精神，其实是迄个公义的精神，毋过对语言的这部分的转型正义，感觉教会错。咱伊无，互中华民国切断了后，伊要甲即个部分捡转来，咱袂当，可能袂当往教会，因为咱来靠家己，嘿，对，这是我这几档诶观察加想法安尼，嘿嘛分享，互大家知影，嘿我同意中光兄讲诶，同意教授讲诶，就是即个疼心，即个对土地关怀。对弱势的关怀，这种正义，嘿，基督徒，圣经内底、教义内底的价值，因伫生活中对社会有实践，嘿，因较敢拼，嘿，这个部分吼，这种反省，这种为着弱势站出来的精神，检采凭其他的民间信用，吼，加真济吼，就是嘿，对，这个部分我是同意的。毋过对语言的这个部分，我感觉咱的语言，就是迄个文字的系统，迄个语言的系统吼，伫中华民国甲台语规个切断了后，甲所有台湾原底本身有的语言吼切断了后，其实这件代志
就无在教会继续发生啊，嘿是即较无彩啦，嘿啊所摆就爱靠家己安尼，最简单，分享到遮就是10分，拄则安尼讲10分钟哦，对嘿，嘿啊，嘿是啊，我毋知影用讲遐甲教授敢有啥物想法？我是讲哈，迄个安尼讲哈，一点啦哈。我是讲，其实是台湾通信的台语文运动哈，毋是文字运动尔啦。因为较早开始作势，遐像台语风来啥物物件，因的诉求拢是开始是讲哈，我手写我口啦。啊，毋过台湾通信一向拢足罕伊安尼讲啊，拢是咧追求咱台湾文化的主体性遮物件。对。所以是讲，咱若甲台语运动，干那甲伊看做一个文字符号的运动，安尼就是甲咱的运动看小去啊。假使讲，佮换一句话来讲，若真正关心传承台湾文化的主体性的人，绝对袂去避免台语文字的运动啊。因为迄是咱的一个足重要的文化遗产的之一啦。啊，现在较会资料足丰富、多元的这白话字的文献，甲放去送。哦，咱要甲先接了卖你啊，还是咱要甲放去送？所以所以我是用这2点安尼来回应玉金对你的分享。其实台湾通信，那咱要来对台湾文学史来讲吼，系统性的书写台湾文学，咱若是讲台湾文学，咱较快的来讲台湾文学，就是各族群的语言嘛，吼，所摆咱讲台语文学的历史，像时阵就伊在编台语文学史的时阵，嘛是为白话字这个上有系统性的这个文字来讲，嘿。上有系统性伫台湾，咱要书写台语的时阵的即个文字系统来讲台语文学史吼，伊嘛是为遮讲起。好到中华民国时代，即个系统性的文字人断了后，思想徛出来又搁用系统性的咱来书写，咱来试看觅，现主是无法度写白话字，无法度互所有人看有。那呢，咱就爱来用一个即马会当用的法度，即个即马会当用的法度，为台湾通信做起。台湾通信是梁光兄创办的，梁光兄是受到兄哥第2位教授，第2位教授这个汉路学社的理念是为起个是王玉德博士提出的，其实伊家己无实践这个做法。不过到2位教授，伊就是伫北美咱即个台湾语文中心就是即个台湾语文语文汇报大猩猩试看觅，毋过真无彩，就是迄阵可能有一寡技术上的问题吼，也是讲就是咱收文稿的即个问题，台湾通信会当做甲遮尔济档，真正是无简单，就毋过就是台湾语文汇报都就。两三档嘛，就收起来啊。毋过伫台湾通信，1991年，台湾政治的迄个社会迄个气氛已经民主化改严真济运动拢起过伫迄个时阵伫台湾发生北美这边咱就是有一个有继承。早前吼，就是1960年代、70年代，对王玉德教授、王玉德博士到2位教授，这个路线以来，要传承咱系统性要书写台语文的这个做法，吼，就是伫台湾通信实践，台湾通信的实践，汉路学社是阶段性的，写遮尔济档，台湾通信有几档？1991年，到转去台湾2012年甲台湾通信网部合刊了后吼，这几档内底吼，咱敢写遮尔济档，敢无系统性？因为伊嘛是伫咧杂志内底实验嘛，做足侪实验。头几期的时阵吼，真侪对台语文要安怎书写的讨论吼，
啊，就是做遮尔侪档了后，已经其实有一个系统性的有社会基础的书写法度啊，嘿，啊，毋过上落尾吼，大部通行的目标嘛是，也是讲咱会当倒转去吼，台语文上原初，咱会当用家己的文字来写家己的话，迄个时阵是啥物形？就是白话字。系啊，所摆哈，毋知几时才当行到迄天吼，啊，大家毋知影当时咱才会当真正考放迄个吼汉字的迄个说法，因为真正足侪人知影，即个时阵吼，有真侪人知影啊，咱要书写台语文就要紧。毋过头壳内底要想讲啊，我要写字的时阵，哦，看到迄要是四角字啊，才会感觉是字，就是毋是迄倒滚仔字，就无法度。就是无法度接受，迄嘛是字，嘿啊，这关吼，真侪人过袂去啊，嘛袂当讲就是这是就是时代诶造成诶啦，嘿啊，所摆毋过咱拢有一个梦，就是希望讲嘿，咱会当自由书写家己诶语言诶迄天，啊，迄个意识吼，文化的意识、语言的意识、文化的意识，到政治的诶。意识拢牵做伙，迄就是咱上希望会当发生的迄天安尼嘿，对啊，个回应拄则梁根兄讲到台湾通信即件代志，嘿，好啊，其实咱今仔日搁剩10分钟，我毋知影现场，因为咱对即个教会，好啊，教会文字，好啊，到教会对转型正义的转型正义，咱会当讲足侪。面向嘛，就是讲政治的政治迫害，系啊，嘛有一部分就是咱知影语言甲文化，是无法度切断的，嘿啊，语言文化意识甲咱的政治立场嘛是无法度切断的，嘿啊，这几个面向，咱其实这场的演讲拢有照顾到这几个部分啦，毋知影大家敢有其他的想法？嘿，也是要分享，也是讲有问题，嘿，会当同齐来讨论。大家好，我陈时中医师吼。医师平安。平安。关兄。平安。照顾平安。等到我想要搁扭倒来，等到因为我较慢较入来吼，所以我有等到开始听到讲到基督教甲其他宗教的无共款。啊，尾啊嘛有开始，咱尾啊讲到即个语言的对台语来讲，台湾的长老教会也是其他教会对台语的转型正义的即个即马咧做啥物代志，也是讲对过去的源头是安怎？我感觉我有想到即个对第一个问题先讲，就是讲伊甲其他的宗教，甚至甲旧教，我感觉上大的差别就是伊有迄个。宗教改革，迄个宗教改革了后，过去是有王有人间的王，迄个罗马教会改变做家己一地一教会，也是讲开始对个人对个人主义，对家己个人的财产对人权开始的转变。我想这是基督教即摆基督教、新教甲其他的回教啦、甲佛教啦，即印度教，即概无共款的所在。所以我想对即个思想的启发，尾啊是安怎伫所有的逐所在，也是讲逐个语言区拢有家己的圣经，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即个毋若讲是讲要互个人听有，这当然是一个介重听有会当接近上帝，这是一个介重要的目标。毋过另外就是讲，伊要对个人的启发，个人对这个世界甲因的社会了解，还是讲要对个人伫规个语言区的这个传达，我想这嘛是拢是先到尾啊，因有达成的目标。所以人权，对我来讲，人权是对迄个时间，世界人权是对迄个时间开始，世界语言会当得到发达，互咱知影英语、德语、法语，因会当得到发达，嘛是因为有新教的关系。所以会使想讲，咱
台语嘛是伫即个传统下较有咱的白话语圣经，啊较有咱的迄个长老教会伊会伫逐所在去推展用白话字用咱的话去写，不管是圣经尾报纸即小说文学来的一个源头吼。当然，即个代志讲到遮，就变做讲，等到歹势我无啥熟悉你吼，我叫玉金吼，没事。玉金这个咧讲即个像咱即马尾长老教开始到即马看起来，甚至连南部，特别是都市区内底嘛，已经长老教会介少用白话语圣经，咱拢抑阁有台语，毋过白话语圣经差不多无人咧用吼。所以意思就是讲，伊抑阁是要转去做较早真早迄款会当传教，毋过毋免教你写字，免教你文化迄个意思啦吼。所以这嘛是互我感觉有小可怪，就是讲愈早60年代、50年代迄阵。白话语圣经抑阁继续咧用，200以后嘛是白话语圣经继续咧用，吼。迄个时代所搁愈恐怖的时代，所颠倒无对咱教会的系统，咱伊无咧惊政治迄个代志。到69年、70年，迄颠倒是已经白色恐怖无遐尼严重的时代，颠倒去互禁迷。我感觉讲，即个其实有小可是。这当然，我感觉一直咧思考的代志啦，吼。到即马，咱2000年，其实咱也教即马白话字的教会白话字的使用是佫比较早是佫差愈济，比60年代、50年代佫差愈济。所以说等到愈放轻松的时阵，迄个政治环境愈放轻松，即个白话字圣经的使用愈来愈少。我想这毋是政治的关系，这是台湾。已经变做华语社会的关系，华语社会了变做讲要用讲的，抑阁是会当保持一寡文化的根。毋过即个文化的根寥寥无去，那像嘛无啥要紧迄个意思啦吼。当然，我嘛赞成就金讲的，就是讲，当时尾大家一定教会系统一定咧讲，反正就有上帝国就好免文化国、免母语国不要紧，吼。所以这个想法是我就当多听大家安尼分析了一个介大的疑问啦，吼。现在是讲过去都遮严重压迫遮尔厉害，大家都会搁继续用。像到即马无压迫颠倒煞都放无去，吼。所以即马其实会使去甲调查长老教会里面内底抑阁有咧用白话语圣经，我想是应该是10支镜头算无几支啦，吼。照我逐位安尼看，吼。所以即个嘛是纯粹提出来请教大家，就是讲，即个到底是因为文化，就当作龙刚刚讲的迄个咱暨南教会，即个就上帝国就好迄个台语讲毋免，吼，还是讲？我毋是安尼其他原因，嘿，所以说还是台湾国足重要哦，但是讲伊是上帝国，我足重要，佫较重要。是，当然是，我当然就想讲，因为咱伫迄个中国改革迄阵，实际上是各地讲因的语言的教会一直出来嘛，吼，咱实际宣教实际是安尼，吼，意大利的人伊讲意大利话，甚至意大利内底无共区的人，伊可能 Florence 的讲 Florence 用 Florence 的圣经，用圣经文，所以这个传承到底是有讲咱因两个当结合做伙，上帝国甲这个母语国结合做伙的时阵，当然上好。那伊开始像台湾即马有。还是若想讲你若要互人较接近上帝国，你爱用北京语，爱用汉语圣经。你若要建立母语国，你应该是爱用白话字圣经。这个开始出现这款矛盾的时阵，教会应该安怎行？伊是应该讲我着
语言环境就安尼啊，咱就照安尼去吼，继续落去。我也无想要去甲改变，也是讲无力去甲改变，也是就讲迄个抑阁是一个要互伊结合，抑阁是对人的即个提升，对上帝国的接近上帝国。母语国抑阁是也有文化，像刚刚梁勇听讲的，母语国抑阁是一个愈重要的基础。无母语国，无可能到上帝国。那安尼时阵，变做讲迄个教会的，伊要推行的方式就会变无共款。所以我是感觉讲，即摆大部分的长老教会进前20当前，等于有无书在咧讲啊，迄个长老教出歹囝孙嘛吼，伊迄阵写一篇论文就安尼讲，吼，迄阵就是咧讲即个代志。啊，即个代志对，当然我是电友老师、电友无书的学生，我一直拢感觉讲，伊感觉无母语国就无可能有上帝国。哦，即摆大多数99%甚至是新行业的教育嘛无安尼要求，嘛无安尼感觉啦，就无迄个意念啦，就讲母语国是上帝国的基础，无母语国，你用华语国无可能变做上帝国。无可能接近上帝国啊！你是甲上帝国愈来愈远啊！哦，所以这是我有一个怎么对基督教的基本的这个对宗教改革以后，创立这种现代的社会有这个民权、有民主，哦，有个人的财产资本主义这个想法，这拢是新教来的。啊，即马煞变做愈来愈我是感觉台湾对上帝。台湾人离上帝国是愈来愈远啊！我家己的看法嘛是，无母语国，无上帝国。母语国是上帝国的基础。你若挖进去华语，你的思考拢是华语，你的迄个台湾人的想法内底拢是妈祖，拢是礼记的这个宗教，伊无可能接近上帝国，愈行愈远啊！所以这是我看法，多谢大家哈，请教来请教。第一书，我是毋是简单用2点来回应即个时聪医师啦吼？我讲伊讲啊足着点啦吼。啊，你讲迄个马丁路德吼，伊咧改教的时阵吼，伊就是讲爱将即个拉丁文吼爱翻译去互啊咧各族吼万国各族的人的即个母语。伊咧翻译的时阵吼。伊敢知影？伊爱走去面呢？伊足惊去，互迄个教皇吼，去甲伊掠去抬呢。哦，所以迄是讲，干若要改一个文字吼，你较早是拉丁文是即个教父含即个特别的精英阶级的一个专利品。哦，你较会使讲用遮高贵的语言去甲翻做德文，去甲翻做英文啊，所以做遐拢是受到足大的迫害吼。啊，第二点较我的理解是安尼啦吼，就是讲若无通过母语国吼，要哪去了解上帝国？上帝国就变做茫茫渺渺的代志，无具体化，就是无处境化，多谢真欢喜伫遮看到迄个陈医师。我嘛简单讲一点，就是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咱白话字的头人日本时代林木星伊在台湾府城教会部内面，伊就发表路德改教的这个剧本，伊就感觉这件代志这个剧本伊甲这个改教的这个过程变作剧本写互大家知，嘿会晓白话字人就读有因就会接触到改教的迄个过程吼是安怎是安怎要用家己的文字佫还背起来袂当后来林木星伊就有写1925年的时阵，伊就写即个路德改教的剧本嘿就互咱台湾人读会着安尼嘿，这些嘛是真珍贵的历史资料嘛报大家知吼。说白伊就是迄个意识吼，迄个意识是咱早前的先进吼，伊嘛知影讲这个过程是要紧的，咱来讲互咱的人知影安尼。好毋知教授敢有要回应的？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伊听到等于是讲，迄有一本册就是新教甲资本主义嘛，迄本册就是伊伫迄个论述迄个基督教新教甲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呀。
这本册你敢有看过？杨公兄看袂真诶，对，叫做我教的福音集。伊主要论点就是咧讲吼，所有诶改革吼，重要改革拢是长老改革诶宣告啦。毋过即马诶伊运作落去，就是讲，甲要伫教会做长老诶，拢会是去找伫社会较有名望诶，较有迄伊诶安尼来，伊就改革诶心就无去啊。嘿，所以是即本吼，我感觉足有价值读啦。有即个教授，你可能捌即个人啊，叫做 Walter Rauschenbusch RAUSCHEBUSH。伊这是这是香港甲翻译的啦。香港的遐即个有一间叫做啥物款？伊是香港翻译的啦，所以伫台湾可能较无法度读到，毋过是即本册是真有价值去读啦，叫做《社会福音集》。多谢梁公兄补充。安尼，我想时间差不多吼，咱今仔日的论坛就先到遮啊。论坛诶咱有录影吼，所摆咱若是有朋友即场无法度来参加，遮尔精彩有无？嘿，来咱差不多上万一礼拜了后，一定会有一个录影吼放伫 YouTube 吼，大家这边有看到讲咱有一个 YouTube 吼若是有若是会当就大家当斗放上吼，就是落尾已经无法度讲话啊，半暝12点吼，若是若是对即个录影出来了后，欢迎大家分享，互搁较侪人知影咱即个教会甲转型正义的关系今仔日咱讨论的这个主题拢真要紧。好，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咱今仔日的论坛，多谢边些教授，多谢梁公兄，多谢。多谢。大家拍捧啊！那个边些教授用热心分享一下，多谢，晚安，多谢，晚安，晚安，谢谢，拜拜。谢谢。安尼 video 你看。